喺報社嘅門外掛上黑紗同埋下半旗。另外，佢哋喺門口亦都掛出一對挽聯，向死難者致哀。香港幾份中文報章，佢哋嘅報頭亦都用黑色嘅油墨嚟印刷，表示哀悼。有唔少團體喺報紙裏邊登刊廣告，抗議中國政府暴力鎮壓群眾。更有一個係代表長沙灣屠房嘅。另外一個新華社嘅退休職員亦都宣布退黨。無線電視記者李康全報道。喺挨晚有200部輕型貨車喺旺角彌敦道慢駛遊行，抗議北京政府鎮壓學生。呢200部輕型貨車啱啱7點開始喺彌敦道嗰度遊行，車身上面都貼滿咗標語，有啲咧就掛上黑布，表示對北京死難學生哀悼。警方話遊行對彌敦道嘅交通有影響，造成阻塞。呢啲貨車後來駛去新華社。全港市民支援中國民主愛國聯委會呼籲喺後日罷工罷市，銀行公會就呼籲屬下嘅會員唔好罷市。港府方面就話尊重公務員個人嘅決定，但係由政府提供嘅公共服務，特別係喺緊急公共服務嘅人員就唔可以罷工。政府醫生協會亦都呼籲政府醫生要緊守崗位。至於教育署方面今日就發表聲明，話各間學校係可以自行決定以乜嘢嘅形式參加後日嘅罷工、罷課同埋罷市。不過教育署就希望所有嘅教師同埋學生喺參加呢啲活動之前首先係要得到校長同埋家長嘅同意。而另外幾間大專院校嘅學生今日都有悼念北京死難者嘅活動。由尹錦輝報道。香港大學學生會今日係先後去到美國領事館以及12個國家嘅駐港領事館，要求呢啲國家係指責中國政府用武力鎮壓北京學生同埋市民嘅，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嘅成員國召開會議討論呢件事。另外將近100個樹仁大專學院嘅學生亦遊行到各國駐港嘅領事館同埋港督府，遞交類似嘅請願信嘅。浸會學生會今朝就舉行聲討大會，譴責中國當局用血腥鎮壓。佢哋又默哀咗3分鐘，悼念死難者㗎。而理工學生會就喺校內設置靈堂，俾同學哀悼死者㗎。無線電視記者尹錦輝報導。本港嘅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徒下晝喺中區遊行哀悼，並且舉行哀悼大會，向北京嘅死難者致哀。由陳慧儀報導。今日嘅哀悼遊行係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同埋全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發起㗎。佢哋首先喺中環嘅遮打花園集合，參加嘅人大多數頭上面都綁住白色嘅布條。遊行隊伍喺一架外面拉住中國雲橫額嘅靈車帶住頭，喺警車嘅開路之下一排一排10個8個咁，好有秩序向住銅鑼灣嘅維園出發，為中國民主運動嘅死難同胞舉哀。而當遊行隊伍經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對面公祭台嘅時候，隊伍係停咗落嚟，默哀1分鐘，又舉行一次簡短嘅祈禱。我哋感謝你賜俾我哋中華民族呢一班捨身成仁嘅烈士。到咗5點幾鐘，遊行隊伍抵達維多利亞公園，開始哀悼大會，向死難嘅同胞同埋佢哋嘅家屬表示敬意。參加哀悼大會嘅教徒有幾千人，香港教區林卓偉副主教同埋聖公會鄺廣傑主教都有參加。大會係一致肯定今次北京學生同埋市民爭取民主自由嘅行動係愛國嘅行為，並且會對中國嘅長遠發展起到積極同埋深遠嘅作用。無線電視記者陳慧儀報導。有關於支聯會成員李卓人被北京嘅公安人員拘捕一事，而家已經係有越嚟越多嘅立法局議員去到港督府求助。多位立法局議員知道李卓人被捕嘅消息之後，都陸續去到港督府，要求同港督見面。其中再有11位立法局議員已經入咗港督府，加入同港督嘅會談。佢哋要求港督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提出要求，由佢出面協助同北京當局交涉，保護李卓人嘅人身安全。
而家已經有更多人喺港督府外面靜坐等候消息。佢哋而家又派出咗代表去新華社求助，要求立即同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見面，尋求協助。美國總統布殊譴責北京軍事鎮壓民主運動，並且話佢正在下令立即停止政府或者係商營機構賣武器俾中國。布殊喺臨時召開嘅記者會話，美國對北京使用武力嘅決定感到哀痛，佢要求中國當局要克制。跟住咧就由胡家少同大家講下各國領袖對北京血腥鎮壓嘅最新反應。日本首相宇野忠由對於喺北京嘅流血衝突表示關注。蘇聯改革派分子葉利欽話：中國軍事鎮壓學運係反對人民嘅罪行。澳洲總理霍克宣布取消今年去中國訪問嘅行程。西德總理科爾譴責喺北京野蠻使用暴力，佢衷心同情學生。瑞典首相卡爾松話：軍事鎮壓民主運動係赤裸裸嘅暴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對流血衝突感到痛惜，希望能夠和平解決內部問題。菲律賓樞機主教辛海綿對於血腥鎮壓群眾感到極度震驚。南韓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結束流血衝突。無線電視記者胡家兆報導。至於喺美國其他城市同歐洲啲地方嘅示威，就由陳家偉報導。喺華盛頓，大約2500個中國留學生遊行去中國大使館示威。一個示威者話：唔會有其他國家會好似中國咁下令軍隊向人民開槍。喺紐約，一批華人同中國留學生參加一個公祭大會，悼念喺天安門廣場武力鎮壓事件裡面嘅死難者。喺會上，有啲人忍唔住喊起上嚟，亦都有人舉起要求民主自由同埋支持北京學生嘅標語。喺休斯頓，亦都有華人遊行示威同悼念事件裡面嘅死難者。而喺倫敦，就有2000人由唐人街遊行去中國大使館，抗議中國政府嘅武力鎮壓。佢哋情緒激動，叫反對血腥鎮壓嘅口號，跟住有手拉手遊行，亦都有白人加入。而喺巴黎，大約1000人，其中大多數係華人，就遊行到中國大使館外面，抗議中國軍隊嘅鎮壓。好多人都忍唔住喊起上嚟。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偉報導。林火榮，香港足球隊決定唔去北京啦。係啊，香港隊呢原定響聽日呢經北京去北韓嘅平壤打世界盃外圍賽嘅。足總今日開個會，考慮對球員嘅安全問題，決定係唔去啦。江忠德報導。呢邊羅偉智應該可以。香港隊原本喺今個禮拜日作客北韓踢世界盃外圍賽，但係事前要先到北京攞北韓嘅入境簽證。足總考慮到北京嘅局勢混亂，影響職球員嘅安全，喺今日已經通知國際足協，要求延遲賽期或者改喺中立嘅地區進行比賽。足球總會主席余錦基話：即使國際足協唔批准，判香港隊輸啊，都唔去北京㗎啦。都唔去嘅，最大不了就係場波佢判我哋輸嘅。即係好擔心咯。當球員知道唔去北京嘅決定之後啊，都話屋企人可以放心。即係我諗站喺即係所有入嘅親戚朋友覺得，即係都係呢個時間上我都唔係好應該啦。都可以放得心落咯，啲屋企人都段時間係。但係有球員就認為啊，如果拖延比賽會造成心理壓力。但係而家我哋反而再拖長咗，我哋嘅心理壓力咧，即係各方面都會受到即係疲累。